喂，特別任務，你哋而家即刻去東九龍及西貢辦事處集合，記住係去將軍澳嘅新地址啊！收到。原來由將軍澳港鐵站行過嚟，幾分鐘就到咯喎。我喺調景嶺站行過嚟都一樣咁快。麥 Sir， 我哋已經到咗啦，有咩特別任務交俾我哋啊？我約咗啲地區領袖過嚟，你哋要好好介紹一下廉署分區辦事處嘅服務啊！好，一切包喺我哋身上啦。好，出席，多謝你今日。我都趁住今日，就祝福大家新年愉快，身體健康。今次嘅任務成功。大家如果想舉報貪污，或者有興趣了解我哋嘅倡廉教育服務，都可以聯絡廉署總部或者就近嘅分區辦事處㗎。有需要就嚟揾我哋傾下啦。